Gorgeous， 30個你就可以攞低3萬元平方嘅呢一套144平方嘅頂奢單位，佢做到一個南北通透雙陽台嘅設計啊，真係又係現樓你即買即住即交樓，完全冇嗰啲爛尾嘅風險，而且做到一個豪中嘅標配，真係豪宅嘅標準俾到你。3七開嘅中隔門，3星嘅5合1大人面識別嘅智能密碼鎖啊，以及呢啲全屋嘅智能家居系統都係交付標準。廚房仲更加誇張啦，一入到嚟咧 U 型嘅廚房，加埋呢啲後箱啊、洗碗機啊、西門子廚房心電圖，以及呢啲歐牌定制櫃啊，以及呢啲消毒櫃都係交付標準。每一日喺呢度咧，就係唔中意煮嘢都變得非常之中意煮嘢食啦。廚房可以容納你10個人喺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南向嘅陽台咧，仲蒙住3000萬打造嘅一個貝爾高林嘅園林景觀。但係今日裝冷氣呢啲冇主燈嘅設計都係交付標準俾到你啊！行路10分鐘就可以去到3毛會員店。公共洗手間帶有杜拉維特嘅呢啲馬桶衛浴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咧就有2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兒童房、爹哋媽咪房，都係冇問題嘅。最令我驚喜嘅就係呢個主人房啊，真係一個豪宅嘅標配啊！帶埋一個洗手間，唔止單，仲帶咗一個主人房獨立嘅衣帽間俾到你啊！呢個衣帽間唔係啲普普通通嘅喎，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衣帽間俾到你啊！20個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44平方嘅頂奢單位，仲係現樓。去到3毛會員店行路10分鐘，樓下仲有業主樓巴可以返到香港、澳門。樓下仲有17萬平方嘅商業街啊，幼稚園、小學、初中都係有嘅，非常之 OK 啊！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雅 Follow me 帶你揾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